大家午安。午安。可以大声一点。好。有听到不？有。好，那个。很高兴来这里座谈。哎呀，座谈，感觉座谈在学校座谈是坐下来聊天谈天，是不是这样？应该是这样。所以应该不用吉他吧？今天。很高兴在上个礼拜的2月初的时候，然后刚好在今天的时间馆有这个活动，然后一个记者会，那个名称叫什么了？音乐的慰藉。音乐的慰藉，不好念的对主们，音乐的慰藉，不好念哦。刚好今天有在史前馆有这样的活动，然后也刚好在今天也受马巴六工作室的我们的叔叔邀请我来这里做一个我自己部落卡达尼布的歌谣的一个分享吧，不要讲到座谈，因为我不大会讲话，我只会唱歌而已这样。然后也真的是非常高兴，我在想应该是祖先的安排吧，天主的安排。我刚好回来，然后早上我妹妹打电话给我，昨天说，刚好他们有一个日本国小原住民的一个文化夏令营这样。我说好啊，早上我就又上了一堂课在日本国小，所以从昨天晚上到家，然后一直到现在，其实都是很兴奋的，都很高兴的这样。然后最高兴是今天早上看到部落那么多的孩子哦，34个孩子，然后一起跟他们唱自己的歌，唱部落的歌。然后直到现在还是要把部落的歌带过来跟大家分享吧，可以吗？可以。我来不及了，刚才还在吃槟榔。